各位兄弟姊妹，大家高早平安。咱真欢喜，搁一遍伫空中的礼拜堂，咱的富强教会大家相见。检查咱已经真久无见面，但是咱通过代祷，通过互相的关怀，咱的心又原是做伙。这时咱大家毋知备办好未？咱准备，请安静。咱要来开始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咱来默祷，准备来开始。各位兄弟，第诗篇95篇1节到第3节，安尼来甲咱祝福讲，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来用耶和华唱歌，咱要通过诗歌来学乐，来敬拜。感谢主，耶和华是阮上大的石盘。这时邀请咱三甲来祈祷。心内的天父上帝，通来敬拜你，是阮心内上界大的欢喜。愿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纪念你伫阮中间的工课。想起来的时，心内就无有摇喘，有对你遐来的信心，阁有仰望。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邀请咱做伙来唱，若是有你伫我生命中。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惊。风雨那么大，空也这么宽，有你同在无摇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生活永远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化。我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愿主帮助阮，与来敬拜。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惊。风雨那么大，空也这么宽，有你同在无摇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软，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
生甲主念相我，海水的打石头的暖，你的正通无变化，可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打石头的暖，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这个时阵，邀请咱大家会当伫主的面前来恳求，求主，互阮伫疫情的这个时间，虽然有真侪变化，毋过犹原是会当倚靠咱的救主，咱的耶稣基督，来倚靠伊无有变化的疼。只是邀请咱为着家己，搁有这个时刻来祈祷。水的打石头的暖，你的正通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打石头的暖，你的正通无变化。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亲爱的主，感谢你，伫阮有忧闷困苦的时，你亲自教阮伫地，教阮三结连。主啊，愿你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和阮同在，互阮对你的话，搁有你的圣神，就得到平安，嘛通有气力来继续阮的生活。感谢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邀请咱三角来唱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把主灵热情。下对你的心，有你只是开条真理，强烈性定意义，相信追求基要。心心莫忘，是兄。
主帮助阮，会当我可以心内都有光明。主若做我心内光明，对你为你在变，对主行动就出大小，不用提炼的条。阿门。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大权能创造万物，主上帝，你是阮的天父，阮的上帝，你阁是阮生命源头，阮的拯救。阮要尊你最悬最大，阮要学乐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大慈爱永远伫地，大权能圣手时刻保护。也使阮你的话，互阮勇行，引带阮行伫宽阔的所在。阮感谢你，今仔日阮要讲，阮听你，阮一世人要听你，因为你对阮施出恩惠、慈悲怜悯，用大恩好款待阮。阮所有的恶乐，拢归乎创造万物，听阮的主上帝，听人祈祷的主上帝。你讲，既若有两三人组织，同心合意祈祷，无论求什么，你要甲阮食。你阁讲，一人会赶散1000人，2人会互万人逃走。恳求你赏赐，兴起富强教会祈祷的同伴，同齐为着你的教会的复兴、小组、团体、牧区的运作，中集同工。专辑同工、牧者团队，甲所有兄弟姊妹，拢同心合意来祷，看见富强教会集体伫基督内面合一，伫灵的内面勇壮活泼，做你圣洁的百姓，来荣光你，满你心意。主啊，你讲，既若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要赐福互因。但愿将富强教会大到小。正长辈、兄弟、青少年、囡仔、细囝，交托伫你手中，恳求你做富强教会的保护甲帮衬，愿你的听永远甲阮众人伫地。全然大听堂主耶稣，感谢你使阮身边有真侪听阮的亲朋好友，主内兄弟，阮感谢你。阮也为着这人祈祷，求主帮助因。心灵平安幸盛，生活蒙福。伫因软弱的时，甲因同在；病痛的时，求你医治。经济工作无顺利，求主供应甲带领因。伫疫情冲击的中间，人的心情绪受真大的打击，不安、忧虑、愤怒。主啊，怜悯阮，赦免阮。除去这歹念头，使阮信心倚靠你，赢过疫情的威胁甲惊吓。也伫主疫苗的时，人的心有真侪的看虑不安，真大的恐慌。求你怜悯阮的软弱，使阮信心在主的确要照你的心意、时间甲完美的方式，应允阮的祈祷，保护阮。恳求你除去阮心内各种无清气、私欲、歹的念头，用你的疼、平安甲喜乐充满阮，互阮亲像达笔一样，做合你心意的人。求你伫阮心内，甲阮创造清气的心，更新阮，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互阮一生求叫你、倚靠你，踮伫你内面。一点，阮也要同心，为着台湾正教会，无论关山、海边、都市、庄脚，
奉你的名祝会，拢会当得到你保守，满满的祝福，也兴起你的囝儿教会更加听你。今日早起的敬拜，求永远甲阮伫地圣神上帝帮咱提悬阮的信心，通过你的教示，开启阮的心智，听去阮大牧者的声，帮助阮听到你的话。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生命甲开力的。阮需要你的智慧，甲看见属灵的奥妙，使阮甲你有丰盛的团契，得到属灵的养持。求你即时临在，伫大人徛起的所在，互阮专心敬拜你。阮感谢祈祷，也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天灵。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我的过负，亲像我也赦免过负我的人。无你带我入去，就叫我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会早起依然有两段的圣经节，第一段以赛亚书30章15节 A 甲18节，第二段是罗马书5章第2节到第5节。头一段以赛亚书30章的15节 A， 主耶和华以色列圣的捌安尼讲。恁得到救，在伫决倒转甲安息。18节，耶和华因为安尼捌听候来施恩惠互恁，佮因为安尼要起来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那听候伊的，拢有福气。第二段的经文，罗马书5章第2节到第5节，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得享受这个恩典，欢欢喜喜，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毋若安尼，伫患难中，咱永远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袂抵到失望，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这个时阵，请圣歌队献诗煞下牧师讲道。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遍伫空中大家见面三甲聚会。虽然啦，咱已经有点仔惯势啦吼，听到咱的即个中央疾管局搁甲咱宣布讲咱即个疫情的管制爱到7月12吼。检采咱有了解，但是咱爱备万心。用一种较无的心，望即个疫情会当真紧来解除，咱兄弟呢会当来遮相见面。当咱大家相隔离的时阵，咱才发觉到讲哇，足无简单吼。咱兄弟姊妹会当平常时安尼见面交陪开讲，也是讲做啉食，哇，迄款的感觉。即阵袂当得到吼，咱感觉讲迄款的宝贵，所以有时咱定听讲失去的时阵才知影宝贵。咱望咱存着祈祷的心，咱做伙来学习。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即个主题嘛是甲咱做伙一种学习啦，毋是牧师甲咱教，是讲咱做伙用即个题目来思考咱现在的居家防疫吼，有甚物款会当帮助咱搁较喜乐。搁较平安，搁较信心，搁较活靠。咱伫即个面对疫情，咱有各种的压力，吼。面对疫情有各种的压力。但即个面对疫情的工作压力的中间，才有一般咱这专家研究讲，上极端的压力是甚物呢？上极端的压力就是咱即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就是医护人员的压力，因暴露伫即个新冠病毒的风险的第一线，才医护，而且爱去救援，比如讲像遐隔离的，咱爱去甲伊即个送餐啦，爱甲伊接送啦，爱甲伊救护遮个人，因面临的即个袂当想象的高度的压力。好亲像喘气喘袂过迄种感觉，因为受到即个任务嘛有，使命嘛有，但是伊咧做的时阵呢，可能毋知影通想，但是等安静落来时阵，迄种的压力是真大的。一般咱知影，即个医护人员因的调拨实在是安尼啦吼。但是咱一般的兄弟，一般的咱的台湾的百姓，伫疫情的下面，咱常常看见压力啦吼。这是我。安尼所甲整理一下，大概即几项啦，毋知你有同感无啦？头一个是
事实咱台湾政府咧公告差不多一日差不多百几个，但是迄百几个毋是一个数字呢，是百几个，甚至上济是500几个，迄款的感染，好亲像毋是甲你无关系的款，感觉讲因甲像伫你的厝边，伫你的隔壁，所以咱逐个人拢真惊到迄个感染的即个压力。过来即马疫苗咧入来啊，咱嘛有人真侪人讲，到底我会使做啊袂？哇，逐个拢足紧张，有人伤济要去做哦，有人惊讲啊，我做了毋知有啥物后遗症无安尼。我想咱兄弟足侪亲人拢住伫北部安尼，啊，咱即边台湾北部迄个感染的即个比率较悬，所以咱嘛会烦恼，讲啊，我的囡仔咧工作啊，生要出外呢啊要安怎？互迄款的压力。啊，咱若是家己生活上，咱知影讲咱有工作上、有事业上、有经济上受影响。特别咱电视慢慢咧报讲啊，即间店要收起来啊啦吼，即间旅社要关啊啦吼，啊，即间公司牵袂落去啊啦。我想咱兄弟的确也有人拄着即款的艰难，好亲像迄个危险拢伫咱的身躯边。事实咱嘛有拄着迄个人际方面的往来的压力，比如讲你有北部的亲人讲啊，我即阵来去恁兜好无？你讲好嘛毋去，啊毋好嘛毋去，因为迄实在是甲你足亲的人，啊伊讲要来去恁兜，你敢较早是欢迎啊，开大门，即嘛是讲哎哟啊敢好，啊是讲你的朋友需要见面，啊到底你甲朋友中间你有迄种烦恼无？啊，这拢是咱人际上的压力。有人要来找你，要甲人直接，要去买物件，拢会去直接着人，你嘛会烦恼咧。咱有时会烦恼着咱长辈咱的长辈因抵抗力较歹，哇，到底啊，这个疫情啦，对因影响毋知要安怎？咱对长辈嘛足担心。现在咱的囡仔对大学以下拢在厝在上课，啊，囡仔伫遐咧看网络啊。上迄个网络咧上课，到底是有咧读啊，无咧读？读有啊，读无？考试考啊无？哇，嘛是互你烦恼咧吼！我想这是咱经历起来普遍面对的压力啦。啊，所以虽然居家咱打初1、2礼拜，感觉讲袂歹哦，在厝安静安静，拢免出去外口拍走安尼。但是事实咱的心要静落来，无遐尼简单。兄弟姊妹。有一篇文章安尼写讲咱面对着即个困境甲挑战，这是一场新冠肺炎世纪的大瘟疫，去震动着咱人的内心上深的所在。咱表面上无感觉，但是咱的深沉的下面，咱有焦虑，有惊吓，有愤怒，甚至有伤悲。啊，有时是表面上你无感觉出来，但是内在有即款的影响伫咧安尼。啊，所以面对即个疫情，咱拢开始会恐慌。啊，所以咱看见即个市面上，也是咱的新闻内底，真侪人哇，走去遮个超级商场买物件买了，啊，牧师要去买一物件，讲哇买无啦。我会记头一遍要去买迄个什物保鲜膜，啊，连保鲜膜嘛无安尼会感觉讲啊，好亲像物件若无买去转去咱的厝毋知会安怎袂安尼。啊，咱会落入伫迄个买袂着啊烦恼，买伤济啊烦恼，迄款的焦虑、的愤怒的情绪中间。兄弟姊妹，毋知你有感受着无？啊，我看见一篇文章，伊安尼甲咱讲，突破的方法就是讲。透过你家己了解你的情绪，你毋通想啊，我袂啦，袂烦恼啦。其实你也承认讲，我咧烦恼啥？我知影我对倒位咧看路，我咧烦恼。头前讲的遐个，然后爱学习去进入一个交托，也是进步，要哪个解决的方法。所以对伫拄着问题，慢慢进入成长。表现出什么，咱就慢慢去找到讲迄个平静、耐心、同情心、有创意、乐观、感恩的心，愿意帮助别人，
也无过头烦恼，活在当下，即款的品格，迄是要经过这困难，咱慢慢超出出来，然后咱就会当适应目前即款的条件安尼。兄弟姊妹，上好基督徒上好的帮助就是咱倒来到圣经，倒来到圣经内面，互咱得到平静安稳，互咱归回伫即个安息。伫咱拄则咱读的经文内底，有几项上帝对咱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呼召。头一位是以赛亚书30章的15节，这个经节足侪人足爱读，真实的是的经节。伊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的捌安尼讲：恁的得着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着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兄弟姊妹，这个和合本甲咱讲了真速结。伊讲：恁得救，在伫归回安息；恁得力，在伫平静安稳。哇！得救，煞颠倒到归回安息呢？毋是听，亲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咱伫最近的新闻有听见讲啊，有人用特权去注疫苗啦，伊想讲我得救我需要得救，你毋免迄种感觉啊呢？我较赢，我需要啊呢？大家小心。啊，一个注射了，有的人会拄到一寡无好的反应，甚至有人死亡呢。即马开始有人毋敢去啊！啊，小济要住，啊，佮刀片无爱住，迄拢是一种的烦恼啦。但是耶和华甲咱讲，恁得救爱安静落来，爱冷静落来，安息。恁得到快乐，煞颠倒是伫平静安稳中间，啊，毋是安尼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安尼。兄弟姊妹，咱拢了解，这是一个灵性的功夫啦，这是一个灵性的功夫。这个功夫你都爱操练。过来是讲是信心的瓦靠。啊，遐侪人到底送会去验着，咱都毋知呢。咱即礼拜上惊讲，哇！突然间屏东遐尼偏远的所在，伫邦山迄个所在，突然间有一对马孙去感染着上歹治疗的即个印度型的病毒。啊，到底咱哪会知影讲代志会出对遐去咧？所以当咱即款烦恼袂了的时阵，你会晓信心通瓦靠，然后仰望圣神，互你逐项事有知影有主通靠，你就袂伫遐惊吓。所以若是要安尼，就是爱有心平静，咱的灵爱安息，爱常常甲主亲近。这是咱面对着无管你的压力大啊小啦你的烦恼多啊少，就是一条上捷径就对，即个上好的路，心平静，灵安息，甲主亲近安尼。咱倒来到圣经，甲上帝亲近，增加一个有人迄个心理学家解称叫做复原力啦Resilience 意思是讲，我虽然讲安尼足软正毋过我靠信心，我靠定心得到精英讲要互你的灵得到精英，倒来到内在安息。你的心脑安息，你才困会去啦。你的心脑安息，你食物件才会感觉好食。你的心脑安息，你才知影讲，足侪代志烦恼拢是假的啦。这个毋是咱讲好就好是你的心灵内心内底转来到上帝遮。所以转来到上帝听甲安息的中间，你才有气力通拒绝这的恐慌甲外在搅扰的声。而且外在搅扰，你袂当防止啊，只有你的内心才有法度。所以当咱陷入伫即个焦虑甲恐慌，有时是因为咱看太多、太侪迄个资讯啦，手机的新闻啦、电视新闻啦、逐位报啦、报纸，逐项拢咧讲即个疫情安怎，偌侪人安尼。所以当咱学习会晓避免接触遮伤侪即款的新闻以外，基督徒上好的一个恩典，就是讲，咱转来到圣经，听取迄个智慧安尼。所以像这张图片安尼一家安静伫主的面前，平静安稳伫主的内底。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1节，
甲咱讲爱立志做安静人啦，立志哦，表示讲咱有时平常时安尼活噗噗拢袂休困啦，无咧休困，安尼伤躁动，讲你也安休啦。咱因为袂当掌握疫情啦，但是咱来安休伫上帝听的中间，咱做有气力，通伫咱的工作的岗位内底好好来接受。你家己有法度通接受，你才有法度通去帮助别人。用好的话来安慰别人，互人认捌这位赐平安的上帝。所以，当你敲一通电话去安慰遐个烦恼忧闷的人的时，你的迄个平静安稳会当帮助伊。第二段经节18节，上帝恩典的呼唤是甚物？讲耶和华因为安尼要听候。来施恩惠予你，佮因为安尼要起来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见若听候伊的，拢有福气。这段经文使互咱感觉真大的安稳，因为竟然讲上帝要听候呢？哪有人讲一人要送好物，互人搁咧听候要互你的？咱无去争取，要去摕。都袂赴啊，佮听候要互你，但是咱会听咱的上帝，伊讲伊要听候，要施恩互咱。听候的意思是讲，你有丢毒无？你有烦恼无？你有看路无？啊，你有着达无？你有跋倒无？耶和华拢还搁咧等你，你免惊，伊随时咧等你。然后讲，伊要兴起，通怜悯咱，伊要起来安慰夫妻，怜悯咱。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那听候伊的拢是有福气。所以，即便是上帝听候咱，是拢是咱听候伊，这个拢是有福气的人。兄弟姊妹，你有抓到这个秘诀无？你有领受到这个祝福无？安尼。另外一位经节，咱今日去读的第二段经文，罗马书5章20到50讲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的享受这个恩典，欢欢喜喜。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毋那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袂抵到失望，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咱简单整理一下，这段经节安尼甲咱讲，讲咱因为信靠主耶稣，你有信，你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恩典中。有信无？信是一个锁匙啦，信就进入这个恩典中，你就有欢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换一句来讲，咱拄着这济的挑战、灾难、忧虑、烦恼，你我大家拢是肉体、肉体、血气的，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互你通信，你这个看路甲烦恼虽然伫遐，毋过你放伫盼望甲欢喜上帝荣耀中间。所以保罗咧勉励讲，当你有这款的信靠的时阵，讲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兄弟姊妹，这句话好像就一个矛盾呢。患难中哪有可能欢欢喜喜咧？是因为咱伫主的内面有一个更较大的应允甲倚靠。毋是这个患难无严重、无艰苦啦，是你有另外一个更较悬的气力。你知影有烦恼、有惊吓，但是倚靠主，我会当欢欢喜喜。所以，这段经节真侪人爱读、爱勉励，特别是拄着患难。伊讲患难生吞忍，吞忍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无计较见效。这是有一个次序的哦，是你对神，你因为有神，你有仰望对上帝有大大的盼望，所以保罗经过关卡，保罗经过苦难，保罗经过压迫，互人拍，甚至拄着海难，伊拢知影，若毋是注意稳准吼，伊就袂拄着任何的灾难。所以患难互你生忍耐，你有得到这个功课，
你忍耐有老练，你就袂互一寡风吹草动波动来影响着你。当你老练了，你就定定愿望无迄个看路甲烦恼然后你有愿望的时阵，你就无底够见效。无底够见效是讲无底够去做遐错误的事，做遐互上帝无欢喜，也是讲互上帝的阳光拄着减少，也是讲拄着影响。兄弟姊妹，这所有的话，毋是桶那定，是再进入到你的内心。所以咱学习去领受到这个能力的来源是甚物？圣经拄则甲咱讲，因为上帝所赐予咱的圣神呐，哇，这真奇妙！毋是你一个认知哦，认知毋是尔，是求圣神甲即款的忍耐、老练、愿望无计较见效的气力，讲灌压伫咱的内底。因为上帝听着你内底，你就充满着平安。咱知影一个细囝有爸母安稳甲疼，伊就困甲真好眠。若无咱讲囡仔会惊着会哭袂煞。是因为有惊吓嘛？兄弟姊妹，你有真正得到这款圣神护理、上帝的听，放伫咱的心无？这是咱真重要、真重要的事。这是基督徒操练真宝贵的事。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甲是一个挂名基督徒，迄个差别伫遮。特别是拄着患难的中间，会考验出咱的品质。兄弟姊妹，这突破的方法就是讲，面对疫情。咱会惊吓吼，这是咱拄则有讲过。但是咱伫患难中会欢欢喜，咱就是爱学习去超找，伫咱生活处事中间，咱会晓超找着咱的一个方式。顶几日的牧师就常常讲，牧师要讲这个题目吼，我要来问咱的会友，讲你安怎快乐、居家防疫安尼啦吼？哇，咱各小组足踊跃哦，拢反映讲，阮即个小组内底有人提供这意见。牧师甲整理起来吼，有几类啦。讲你要哪过着一个快乐居家防疫安尼一个问卷调查吼，咱各小组就回馈分享哦。我甲整理头一项就是信用类上济啦。咱伫居家防疫时间坐起来，咱要做啥？有真侪的兄弟伊安尼讲吼，伊就是大量读圣经、抄圣经，搁练字啦吼。有诶是决志要一年。甲这本圣经读了安尼，有诶是吼，也读圣经，圣经咧讲着什么故事吼？有即个福音的电影，顺便配合落去看。有诶兄弟小招吼，或是用视讯，也是讲用电话，一对一日5分钟到10分钟会读经祈祷安尼。真侪会友拢有参加咱教会的线顶的祈祷甲聚会，有诶家庭因着真正。照咱的鼓励讲来举办即个全家的祷告祭坛安尼吼。咱伫厝里上方便的就是讲，有真侪兄弟因着逐日会当看好消息频道。哇，好消息频道逐日伊安排节目，对早起时有迄个空中的祈祷会吼，后来佫有迄个国际出名的牧者的讲道吼，遐拢真好的信息，互你安尼。心中拢想着这圣经的话啦，无去烦恼其他的事安尼。有诶兄弟讲，哇，趁这机会吼，读灵修的册，增强咱的这个属灵的免疫力吼。这拢是甲信仰类有关的。我想这大部分兄弟你拢捌经历过安尼。也有诶吼，看重这个囡仔甲咱相处的时间，所以呢，甲细囝每一暗做伙读圣经祈祷。真顺序呢，甲咱的囡仔带入来到伫灵修，亲近上帝的这个境界，伊会主动甲咱做伙读圣经祈祷。也有诶爱一面画画，一面听道理安尼，因为迄个网络内底也有这声音、这影像会当甲你帮助，这拢是有关信仰类的就对啦吼。第二部分呢是生活类，讲要哪过着一个足有意义的生活。有诶兄弟讲，哇，趁这机会伫厝里吼，遐储藏室乱杂，拢甲整理理诶，毋滴诶甲单调就对啦。哇，咱诶空间继续清爽安尼。真侪兄弟吼，上侪就是讲，哇，来甲煮食煮互较好食。因为咱较早无闲吼，规气外口买都有啊。咱台湾吼，人讲美食天堂嘛，你要买啥吼，
对拜一到礼拜日拢要食无共款的拢有啦。即马佫加上迄个外送的吼，Uber 这吼，哇，你拢毋免煮咧。毋过即阵吼开始学煮，减少外食，因为外食就爱接触人嘛吼。讲袂晓煮的菜啦，要安怎烘焙啦，即厨艺拢进步起来。有是分享讲我伫厝呢，要咱用遐有限的即食材吼，煮出好食，囡仔足爱食的物件，吼，学做菜。这拢是淡薄生活类的就对啦。有的是研究有幸福味的家庭料理，有的兄弟厝呢可能有遐盆栽啦，吼，有迄个小花园啦，说着有种菜种花，有的吼斗顾孙啦，吼，这拢是生活类的吼。第三是工作进修类，有的兄弟呢，伊利用时间讲去考证照呢，吼，有摕到啊呢，这是伊的一个居家的中间。第二是哇，一本册平常时拢无用人看，甲看好了安尼。佫一项是讲拄则厝工作，因为会当居家工作嘛吼，会当在家，会当甲连线甲公司做伙来配合这个工作。嘛有诶，抑佫是大学研究所诶吼，都伫厝里来上即个研究诶课程。上重要诶是咱，因为袂当出去外口运动啦，所以真侪兄弟吼，讲将客厅改做健身房，可能什物跑步机啦、运动器材拢甲摆落去安尼吼。伫厝里足骨力来做运动，像你即位，毋知遮侪项吼，你有用着几项，是你有啥物佫较好的创意吼？你嘛会当伫咱的即个线上礼拜吼，提供你的好的建议，我想对大家拢真有帮助。所以对你心灵上的境界、信仰上的境界，到伫咱实际生活的安排拢真重要。但是伫我的经历的中间，我感觉讲，你若要有快乐、平安的即个居家防疫吼，有一寡代志咱毋通做，的确会减少足侪困难啦吼。我整理里头就即几项啦吼。居家防疫的排除法，第一吼，毋通一直看遮新闻看咧到地吼。新闻报讲安怎，佫加上遐评论吼，哇，讲咧到地好像代志世间代志大条迄种感觉吼。第二是咱毋通去传遐无正确的信息，会造成困扰。第三，咱伫生活上，咱的生活作息毋通失去正常。平时咱出外工作拢照时间咧进行，这伫厝里怎乱去安尼毋好，影响咱的作息、咱的睡眠吼。过来是咱的饮食嘛，毋通失去正常。饮食嘛，因为伫厝里无代志，就物件方便要食就有，煞愈食身体吼三高拢来，安嘛毋好。佫一项是讲，咱拄则讲的运动啦，毋通坐倒伤久无运动。这是排除法啦，这物件咱尽量卖，咱就会保持一个永远伫居家快乐的代志。我看去一篇文章吼，伊咧讲一寡建议啦，吼，讲袂歹。头一个是讲，咱来保持生活的趣味，你迄个趣味互出来，会增强你的免疫力甲家庭的关系。第二，爱学习讲，你的思想毋通对这媒体走来走去，你选择喜乐，用喜乐就是一个选择，你要找出喜乐的办法安尼。第三是祈祷，圣主的恩典是基督上有亏力，基督徒上有亏力的功夫。所以咱祈祷的时呢，勇敢宣告讲，我要靠主来喜乐，奉主的名拒绝一切负面的思想，想宣告，互你一直保持正面啦吼，毋负面的思想。这是一个快乐，而且咱有感恩的心啦吼，就讲每一日困前来算讲今仔日伫我身躯边值得感恩的事，我的心充满着感谢。我感谢这，感谢迄，感谢足侪项，愈算愈多，你的恩典就愈多，然后你就会当转到上帝安息的所在吼，上帝赏赐你的安息。我嘛看见一篇文章吼，我感觉。这简单的部分，咱头前可能有讲过，佫做一个整理。伊讲，咱有5种赶走歹心情的行动，
你要赶出你个歹的心情。第一，咱讲做简单的运动，小可运动者流一个汗，你会感觉一寡负面的思想就无去。第二，回想伫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有啥物通感恩的事？有人去编一寡较早旧相片真侪，互你人生的点点滴滴感恩的事。第三，换一个环境甲空间原来你伫遮咧做做足习惯啦，换一个所在会调整你的心情。搁像咱拄则嘛有讲过，就是种学习转念的思考啦，就是一个正面的，像咱拄仔讲宣告主要互我有平安，主你要互我有喜乐安尼。伫咱厝里有时咱调工甲布置一个足水的一个环境啉一杯下午茶，食一碟甜甜的物件，你感觉讲迄种气氛就出来啊？毋通讲这无事路的有时是你精心的安排，会互你得到真好的即个效果。兄弟姊妹，请会记你，毋通怎关伫厝内，怎甲人无咧通往，用电话、用视讯，甲朋友分享遐温暖的事、祝福的事、快乐的事、感恩的事，这拢是咱一个居家防疫一种信仰的智慧。最后，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是啥物呢？咱即阵全力咧投入即个防疫，哇，做有放射的防疫，我密起来隔离的防疫，但请会记得，咱的心灵也爱防疫，咱的心神爱防疫，咱才通抵抗遐负面的思想、遐压力、遐侪负面的消息对咱的影响。若无真正有影，有时咱根本都无疫情甲咱影响到啥物，咱的心性无平安起来，咱的看路先来，咱的烦恼着外就来。兄弟姊妹，感谢主，咱希望咱礼拜煞了后，你会当会后有一个家庭的祭坛，甲你的亲人互相分享。伫周报内面有讲起几项会当讨论的消息咱伫厝内的长辈当举行家庭祭坛，复习即个主题的经文。咱伫家庭的成员互相彼此代祷，咱嘛会当借这个机会通讯软体甲咱小组的小组员做伙分享甲祈祷。下面的牧师呢，要请同工来放一块伫台北一间教会这主日学小朋友所录的一条真温暖的诗歌为着这医护人员祈祷咱通过这个诗歌先来做祈祷然后牧师来做结束的祈祷。加
冒着生命危险照顾确诊病患以及生病的人，为台湾付出很多，然后请你让医护人员他们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康，然后可以得到好的休息时间，保守他们的性命，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的回家，跟家人在一起，给他们力量，来摆脱他们心中的恐惧，让他们心里安心。求神的平安大大的充满他们的心，自己和他的家人都能得到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想和你手牵手。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向大神说爱你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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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向大神说爱你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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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神说爱你哟！谢谢医护人员。兄弟姊妹，通过这阵可爱的小朋友，咱通过诗歌、囡仔的嘴，为着咱这医护人员叔叔阿姨来祈祷祝福。下面牧师叫咱做一个祈祷，再来结束。慈悲，阮的主上帝，阮知影这个疫情对每一个人拢有影响，但是影响大甲小，是在伫阮的信心甲瓦靠。阮为着这个伫第一线，一定要接触到这有感染到的同胞，这医护人员、救护人员、警察、地方的这里长、邻长，主啊，求你怜悯因伫职责上爱做这款冒险的事，但是主你的平安，甲因三甲同在。现在阮台湾感谢你会当陆续有这个疫苗进入来阮中间，有人因为惊有副作用，毋敢注。主啊，求你怜悯，互阮知影，若毋是你的允准，即款的危险就无出现伫阮中间。求你帮助，互阮通过这个疫苗，有较侪人得到抵抗力，互阮台湾进入到平安的境界。主，阮的上帝，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教会这兄弟姊妹，我毋但是对你来领受这个平静安稳，而且有智慧甲气力来突破阮的困境甲困难。有人因为安尼工作来得到影响，有的是事业生理受到影响，有的是伊家己的生活的安排受影响。主，阮拢求你亲自甲因同在，保守因，因为无看路、无忧愁。对主来得到仰望，互因得到再来的气力。爸上帝，阮也为着教会中这长辈祈祷，这青少年儿童来祈祷，互因平常时活跳，总是现在爱关伫厝里，求你保守因心灵拢平安。这长辈也互因有主你的看顾，大家拢有主你的听，平安甲健康。主，阮伫教会中间也有会友失去亲人的，主求你施落你的安慰，甲扶持伫因的心上。爸上帝，虽然这个防疫的这个境界还阁继续，总是阮伫你内面会当有倚靠甲平安。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伫结束进前，牧师几项的报告通互咱对一寡消息，让听牧师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咱这个报告头一个就是咱拢有看到消息咱即马这个境界要延到7月12已经第3摆延期啊。
咱求主保守啦，一切会当顺遂吼。咱台南相对的较无遐尼啊危急，总是咱嘛是爱配合政府的要求吼。咱线顶的直播的礼拜，至少爱到7月11，爱阁有2礼拜久吼。第二呢，就是咱即个多元的奉献，主日的奉献，咱有缘照咱即几礼拜安尼进行，有真侪兄弟吼，真甘心啦吼。出来的时阵吼，买物件顺续我来教会就对啦吼，把伊的奉献摕过来安尼。你若无方便，你用你厝呢，或是用网络吼，也是讲银行，拢会送参与着教会奉献，教会才会经费无欠亏安尼吼。第三项是有关主日咯吼，咱才会即个课团队甲即个同工嘛录制一个咱线顶的主日咯的课程。小等下，咱10:15吼就会当报上。因为咱有的学生家长吼，因可能毋是咱的会友哦吼，也是讲伊无加入伫咱的团体内底，伊毋知影有即个活动，所以咱请兄弟呢，你特别甲即个特别是无伫咱教会的家长，甲伊通知讲，咱有即个网络传互伊，互伊伫等下15分的时阵来报上。咱嘛望讲。那伫即段还阁在疫情的中间，咱能够加制作几若逐礼拜制作吼，通互遮囡仔有一个参加伫教会聚会吼，即个主日都会活动吼。所以咱即个礼拜煞，咱来看，过来是咱要组织一个社团啦吼，意思讲咱教会的社团以外，主日学的家长的社团、甲老师的社团，爱当透过迄个平台来报上。互遮个学生拢看会到，咱也为着遮个制作的老师同工来祈祷吼。第三是咱中部大祷团的报告，咱感谢主40天连锁祈祷会吼，到昨昏已经结束啊，但是咱无因为安尼就停止啦。咱感谢上帝伫这段时间至少上帝赏赐咱教业的雨水。咱的疫情虽然无随止煞，但是嘛无滴到严重，甲讲。一发不可收拾，这拢是咱祈祷上帝的怜悯。咱感谢足侪大祷勇士加入这个祈祷的行列吼。咱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是祈祷这段顶的火无灭无花。咱大家继续伫疫情的中间来守望祈祷。第4项，有缘继续请兄弟、各团队、各小组来继续关怀，吼，来关怀，特别是咱居家防疫的长辈。咱因有时因无法当伫网络上甲咱参加礼拜，真孤单。咱用电话来甲因关心。咱的乡里团契拢有小组，小组的联络，咱常常关心。有需要教会这边佮加上关心的，会当通知安尼来联络教会吼。上次佫有一项爱甲咱报告来关心，就是讲伫即礼拜中间，咱有接到即个消息吼，丧礼的消息，就是咱。杨秀霞姐妹的爸爸吼，杨进德老先生伫6月19来安息，享受90岁。伫今仔日吼，因为伊的家庭未信者的家庭，所以伫今仔日咧举行家庭告别式。另外一个咱毋甘的消息是，咱进前伫咱教会聚会一个青年，叫做张元敬弟兄吼，因为他伫拜六来安息别世，享年32岁。元敬兄弟。有一段时间伫咱教会参与伫青少年，参与伫各种的事工吼。这几年无伫咱遮，毋过咱有缘为着伊的家庭祈祷，伊的是大人失去囝儿，得个心肝真艰苦，请咱为着家属代祷，求主赐落安慰、信心甲快乐。感谢主，互咱伫空中大家彼此同心祈祷，望咱大家彼此来关怀，彼此来联络。咱下面请谢牧师来引带咱做最后的结束。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当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我的心为你奉献你所
请坐。这个时阵，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经句，马太福音书18章的20节。咱做伙请，因为有两个还是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马太福音18 18章章20节。咱搁一摆，因为有两个还是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这是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387，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教圣神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这个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帮赞相通，伫疫情的中间，享受平安、平静、安稳；伫正向日子的中间，也享受喜乐甲愿望的心，伫咱内家对打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今日即位，咱聚会到这，咱大家默祷，煞接会当甲咱的亲人、甲咱的客友，互相来交陪，愿主赐福恁平安。